希彤，你用 iPad 做緊啲咩啊？益明，我喺度準備緊數學學會中秋節嘅攤位啊。我見你喺度玩緊遊戲啫喎。咦？呢個唔係嗰個一筆畫遊戲？係啊，你要唔要試下？好啊。咁難嘅？有冇啲簡單啲嘅關卡俾我哋試下？咁我揾個簡單啲嘅，同埋教下你一筆畫技巧啦。好啊，咁大家一齊試下啊。咁我俾10秒鐘時間大家試下先。我諗到啦，咁樣咪得咯。你係由左下角嘅加點開始畫起，咁如果由左上角嘅加點開始畫起，又畫唔畫到呢？又好似唔得喎。一筆畫嘅圖形會有好多交點，而呢啲交點可以分為單數點同埋雙數點。我明啦，例如圖中左下角同右下角就係單數點，有單數嘅視點進出；而另外3點就係雙數點，有雙數嘅視點進出。冇錯啦，一筆畫圖形嘅單數點只可以作為起點或者終點。係喎，例如左下角作為起點，一定要出先，出入出，一定要離開，只可以作為起點。右下角呢個單數點要入先，入出入，冇得再走，只可以係終點。所以要某個圖案可以一筆畫，佢只可以係0個或者2個單數點。2個單數點我明啦，因為起點只可以有1個，終點都只可以有1個，所以得2個。咁0個即係冇呢？0個單數點即係全部都係雙數點啦。雙數點可以入出或者出入，所以冇單數點嘅限制嘅話，雙數點可以作為起點或者終點都得。例如最經典嘅5個星。係喎，全個圖案冇單數點，所以無論我由邊個雙數點出發都得喎。咁去翻一開始你話好難嘅圖案，大家有揾到起點同終點喺邊度呢？我見到啦，右上角同左下角嘅單數點一定要係起點或者終點。冇錯啦，相信大家已經掌握咗判斷能否一筆畫同埋點樣一筆畫。咁10月6號中秋節嗰日，我哋數學學會午餐攤位不如就準備一啲中秋節相關嘅文字或者圖像，俾大家一齊玩一筆畫遊戲啦。好啊，咁到時見。